来，各位，咱今仔日头一课非常的重要，大家好好学，咱等下来练习去互人扑到的反应。大家好好表演。我想讲，真正来加班的哦。头一个人，伊伫遮，教官扑落，伊就安尼，我伫边仔想讲，拜托诶，较认真好无？咱毋是咧表演吗？第二个人，赶快安尼扑一下，伊就安尼，教官讲，赞。 这95分，这安尼真好。我伫边仔看，我想讲，你莫想要赢我，莫摕你的兴趣来挑战我的专业。教官一个一个安尼扑，每一个咩到我的时阵，教官扑过来，我就安尼你，教官讲免搬遐久，我倒咧涂骹想讲。 啊，毋过我阁有一段口白还袂讲呢。时间到，我要下班啦，感谢大家。真正是教官讲的，免搬遐久，超过3分钟啦。迄就是讲，伊面部的表情真丰富，过来伊有思考的表情，哦，这个要讲到美，这个过程当中，伊互人大家感觉有一个期待感，过来伊的声音的表情，佮伊的肢体，伊的body language，这个物件算讲一个真完整的表演方式。